因为你无限的疼，甲丰盛的恩典，谢恳主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诞生，成做人类，是为了要来拯救阮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成做你的囝儿，来领受属灵的自由。阮献上无限的感谢。伫这主耶稣诞生的节期，全世界逐所在拢充满喜乐、和平甲团圆的气氛。逐教会嘛透过各种方式来报扬这个大好的佳音。主阿爸爸上帝，愿恳求你，互遐也未明捌你的人听见这个好的消息、大的佳音的时阵，因心内感动，诚做超找你的起头，互因的性命得到改变。主阿爸爸上帝，阮也将明年1月所要举行总统甲立委的选举，仰望交托伫主。恳求主上帝，你赐福伫正人有智慧来选出为台湾来拍拼、为百姓来谋福利的总统甲立委，来引带台湾成做有公义、有人民的国家。阮也将教会主任牧师聘请这件事，恭敬拜托伫主你的手内，恳求主上帝继续来引带。成就你的旨意，引带阮教会头前发展的路站。阮也将今仔日双年大学毕业典礼仰望交托伫主，求主上帝圣神保守，一切顺利来完成。也祝福所有教会甲双代的所有的长辈，因拢有健康的灵魂体，拢有终身学习的机会。阮也将宣教基金仰望摆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上帝，你予宣教基金成做教会对外宣教事工的资源，互事工推展会当顺利。后宣教基金所鼓励的迦南教会会籍的新学生以及牧者，成做主所重用的器具。更加恳求上帝，你赏赐智慧。伫宣教基金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顶面，互因所安排、所审核，拢下主你旨意，互即个基金伊的运作更加扩大。阮将所有的祈祷摆伫面前，恳求主圣神你亲自来引带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要来教读启文，启文39是对以赛亚书第2章来的。启文39，伫将来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这声，万国拢会听我来回忆。万民会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。来去上我上的殿。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，互咱通行伊的路。律法会对锡安发出，上主的话对耶路撒冷传开。伊会伫各中施行审判，万民中摆解不正。因为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拍做梁。这个无国举刀攻击迄个，啊无国战争，雅各的家啊，就来，就靠上主的光来行。这时，请圣歌队来赞美。
地点进当天安眠，七星灿烂摩天。世间万里大quân前進，玫瑰玫瑰的安眠，要你完全過命的，今天我已無變。今天在主把光光，記了美麗情景，無數無價殺足跡，阿白的樹根命，美麗觸摸人心中，親像歸去芳水。大地寒冷的大地，玫瑰微微浪歸，兄弟為來變心，難掉佢的心跳堂中間水為何當天玫瑰大出息，跳堂中間水為何當天玫瑰大出息。当是未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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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是未來，救主耶穌，當是未來，你温暖的。當是未來，咱的主公，當是未來，當是未來，救世主彌賽亞，主當是未來，甲咱相關來，來，來，主耶穌請進來。來，主耶穌進來，當是未來所
是未来，后来是新主，当时候让人要定好心。当时未来，后来是人要跳。我告诉耶稣，当时未来，当时未来个光明，每当唱完对万光阴，万 Gloria Gloria， 当时为自杀出国。
所高龙未吞的，大水所头未枯竭，这一所高龙未吞的，空气龙未收皮，也未所高，也未所高，因为上帝应该，上帝应该，上帝应该的开，也未所高，也未所高，你上帝应该，上帝应该，应该美。所高龙未脱的，大水所头未枯竭。我家来伊玛内利，我家来伊玛内利，我家来伊玛内利。我家来伊玛内利，我伊玛内利，你是了主未来临，主未来临，这一所高龙未吞的，多
这是来讲读上帝话，记载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12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12节。现在我来读，亲爱的朋友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对上帝来。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捌上帝；无听的人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，毋是咱听上帝，是伊有听咱。找伊的囝做赎罪祭，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听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若遐尼听咱嘛着三听。无人捌看见上帝。咱若三听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，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所讲的题目是圣诞节，上帝听咱。圣诞节，上帝听咱。救主耶稣已经诞生了，
甲你隔壁讲，救主耶稣已经诞生了。咱做伙来祈祷，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圣诞节的时阵，阮用欢喜喜乐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阮上帝，你会听临到阮的中间，看顾阮，保守阮。只是恳求信心来引带，互阮当明白你的听，互阮伫阮内面有你永远的活命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诞节的赞美礼拜，咱彼此咧讲，救主耶稣诞生了，救主耶稣诞生了。佮家己隔壁讲一解好无？救主耶稣诞生了，救主耶稣诞生是一个宣告。这个宣告是有盼望、有喜乐、有听、甲和平的一个宣告，是基督甲咱每一位同在的一个确信甲记号伫咧。伫过去有一段日子，我感觉讲圣诞节已经互生理人利用啊，变甲讲真商业化。圣诞节伫遮咱街仔头遮的百货公司也好，店面也好，拢看到因是咧要互人来买物件的一个手段。伫迄个时阵，我真生气。也毋过，现在我慢慢啊改变这种想法，因为我看见，而且相信，这是上帝伊亲身的作为。透过媒体，透过遮的店面，是一个免费的宣传。即嘛，伫即个世间所有人，拢知影有圣诞节，嘛拢咧过圣诞节。这是一个宣教的方式，嘛是互咱每一位拢会当去宣扬救主诞生的这个好消息，一个极大的机会。所以，咱会当借着圣诞节去问别人讲：你知影圣诞节的意义无？好无？甲你隔壁问一下，讲你知影圣诞节的意义无？也是讲，咱会当去问别人讲：你知影圣诞节咧庆祝什么代志无？再问一个，你知影圣诞节是咧庆祝什么代志？也是讲，你会使问别人讲：你知影圣诞节的故事是啥物无？再问一下。你知影圣诞节的故事是啥物无？那呢？圣诞节就是上帝听咱每一个人，听咱每一个人的这个意义，就是要让咱得到活命。圣诞节咧庆祝的，就是主耶稣诞生，互咱得到盼望的这个代志。圣诞节的故事。是一个充满着上帝听咱的一个故事。那你来看，圣诞节就是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人来分享上帝听咱每一个人的代志。有两个囡仔，因有一个对话，妈妈伫厨房听到两个囡仔真大声咧讲话，而且愈讲愈激动。因咧讲的就是讲，到底爸爸较爱我，较疼我，还是较疼你？两个踮咧遐咧争论。即两个囡仔哪讲哪大声，毋是咧讲阮兜两个啦吼。然后因咧讲啊足激动的，所以就一句来一句去。哥哥，迄个大汉的就甲细汉的讲，爸爸较爱我。细汉的伊就感觉讲，哪有可能爸爸较爱我？两个就踮遐。愈来愈大声，忽然间，这个大汉的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你哪会知影爸爸较爱你？你讲啊！你哪会知影爸爸较爱你？”细汉的互问一个，煞毋知要安怎回答，啊，心内就足急的，然后就哭出来，啊，就大声话：“我不管啦，爸爸就是上爱我啦。”各位兄弟姊妹。
你怎样知影上帝疼你？你怎样知影上帝爱你呢？当两个囡仔因咧争论讲，爸爸较爱啥人，较疼啥人的时阵，这个大汉的问一句话讲：你怎样知影？你怎样知影？咱通常拢会想讲，父母带咱出去佚佗，也是买物件互咱，也是提供咱的需要，送咱出入，拢有伊的用车咧甲咱载。然后咱拢会讲，父母做这个代志，就是表现出因对咱的疼。透过这个行动，咱拢想讲，对，这是父母疼咱的一个表现。也毋过久了后，咱拢常常讲啊，这是应该，咱习惯啦，袂记得父母对咱的疼。今仔日的经文讲，上帝赐伊独一的囝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照着伊的性命，得到活命。这是上帝的疼对咱来显明。伊讲，毋是上帝，毋是咱先疼，咱疼上帝，是上帝先疼咱。所以，伊赐伊的独一的囝来到这个世间。最赎罪的祭，经文上尾讲，这就是疼。所以，上帝赐伊这个独一的囝儿来到咱的中间，是咧真具体咧表明伊疼咱每一个人，是上帝主动的。伊无要求咱每一个人讲，你要先做什么代志了后，才要将这份疼来互你。咱只要愿意接受。上帝的疼就伫咱的内面，各位兄弟姊妹，有时啊，咱会袂记得讲，咱已经接受到这份真水佮极大的礼物，因为咱习惯啦。也毋过真感谢上帝，透过耶稣基督诞生的圣诞节，互咱搁一届去经验到上帝这个极大无比的疼。这个疼来到咱的中间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。这个目的就是，毋是咱先疼上帝，是上帝疼咱，赐伊的独生囝做赎罪祭。这个就是疼。圣诞节伫咱现在，咱的想象内面，拢是充满了真温馨、真欢喜快乐的气氛，伫真热闹的内面，咱会当得到礼物。但是，咱真少去想到，伫耶稣诞生的迄个时阵，伊伫这个世间，其实是带来一个真混乱的一个状况。伫某种程度来讲，伊制造了真侪麻烦。一个囡仔的出世。互迄阵掌权的希律王来追杀，将2岁以下的囡仔拢杀掉，嘛造成真侪家庭伊爱牵线。当这个囡仔大汉了后，佫较是互遐宗教的领袖带来真大的威胁，互真侪人想要甲伊杀掉、毒去，上尾。耶稣就伫十字架为咱牺牲，流出宝血。当迄个时阵的人想讲家己已经得到胜利啊，赢，也毋过耶稣的告话，互迄个混乱的世界带来一个新的处事，互绝望中的人带来一个新的愿望。那呢？伫环境内面的紧张、混乱、纷争，耶稣所带来是一个愿望。过去，咱每一个人拢因为互罪捆绑掉的，所以不断的犯罪，陷落伫痛苦的中间。咱会呼求上帝来拯救，一摆搁一摆。上帝听见咱人的呼求，
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疼，永远袂改变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就找伊独伊的囝，做赎做祭，用伊的宝血洗净了咱拢总的罪。这个就是疼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咱每一个人拢知，上帝疼咱每一个人。是疼这个世间的每一个人，所以上帝疼世间人。甲你隔壁讲，上帝疼世间人。当咱咧讲上帝疼世间人的一句话的时阵，咱来想看卖，你敢愿意用世间的人来宣扬上帝的疼吗？你敢愿意用世间人来宣扬上帝的疼吗？在这个世界，还有真多战争、混乱、不公不义，咱拢有看到，但是咱敢若无看到同款。我想上帝无介意咱看到当作无看到，所以咱每一个人爱做的就是完成耶稣的命令，完成上帝的计划。咱伫读经的中间，咱领受到上帝的话，咱就要行伫咱的生活中。咱伫祈祷的时阵，就要为着你所看到的、你所知来祈求上帝恩典的降临。伫你的行动内面，你要回应上帝所赏赐予你的祝福，将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。有人讲啊，我胆啊呢，我唔敢去做。今仔的经文讲，亲爱的兄弟啊，上帝是按呢咧疼咱，咱就彼此爱相疼。因为过去无人看见上帝，咱若彼此相疼，上帝就住伫咱的内面，疼伊的心，就伫伊得到完全。疼伊的心，就得到完全。所以上帝疼伫你我的内面。看你隔壁，看者，隔壁小看者，然后甲伊讲，上帝疼伫你的内面。有一对咧谈恋爱、热恋中的情侣，查某的就问查甫的讲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查甫的就讲：“我爱你啊。”这个查某就真欢喜。伊的面就真幸福的表情就出现啦。过无偌久，佮问伊讲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查甫囡仔就甲讲：“当然啊，我当然真爱你啊！”哇，这个查某就真欢喜，笑甲真欢喜，每工拢真快乐。然后佮过一阵啊，伊佮甲问讲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个查甫就讲：“当然啊，我真爱你啊！”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形会出现，当然啦，我真爱你啦。不论是倒一种，一种是真甜蜜，讲当然啦，我真爱你。用即马少年人的迄个词讲放闪，很闪，因迄个甜蜜，互人看甲呢，哇，眼睛睁不开。另外一种。可能是互问甲真烦，又讲啊，当然啦，我真爱你啦。意思讲，你莫阁问啊啦。无论是倒一种，拢是用人的方式来面对人甲人中间的疼甲爱。但是今仔日，上帝爱、上帝疼，伫你甲我的心内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伫这个世间，上帝为着你甲我。将迄个疼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意，透过耶稣，互咱明白。所以用上帝疼，成做咱彼此相疼的一个基础。这个疼伫咱的内面。所以，搁一届甲你隔壁讲，上帝疼伫你的内面。上帝疼
伫咱的内面，听伊的心，就伫咱的内面得到完全。这是上帝的听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住伫上帝的听的内面，上帝嘛住伫咱内面。所以这份听，咱会透过语言、透过文字来传达以外，咱还搁爱伫咱的生命中来显现出来。伫咱的生命中，咱就会当直接活出上帝的听来。那咧，人来甲你接触的时阵，就会当接受到上帝的听。所以，这就是讲，咱的生命会当去影响到别人的生命，毋是要影响到伊变做好，是要影响到伊接受上帝这份听。所以，咱来感谢耶稣。耶稣为咱的牺牲，伊的诞生带来的喜乐，毋茫才会互咱伫生活中，伫咱的人生的路站顶面，咱会当有气力继续向前来行。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，咱对于11月29的时阵，是咱大港节第一个主日。迄个时阵，咧表明的是。咱在听候等待弥赛亚的来临，等待上帝国的建立。所以第一主日的时阵，咱透过等待，咱有一个毋茫之地。大港节第二主日，咱点到的时阵，是咧准备来迎接耶稣的诞生。所以咱是有一个信心的道路，咱要来挖去。大港节的第三主日，是各样的人伊咧宣布讲，听见基督诞生的这个消息，是真欢喜的，是上帝所备办的，已经要实现啦。互人会当仰望这个弥赛亚的到来，互咱有热心来追求，以及心中充满着喜乐。今仔日咱所点的第4支蜡烛，是咧表明。天使咧开始宣扬基督已经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。伊是一位和平的君王。这个和平的君王是予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上帝来过好，予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你隔壁、你的厝边甲无熟悉的人互相结连做伙，因为上帝听伫咱的中间。上尾点到中央这支白色的蜡烛。是咧提醒咱每一个人爱注意的是，基督诞生的这个故事内面，咱是注目爱看伫基督的身躯顶，所以代表咱咧庆祝欢喜的时阵，基督甲咱每一位拢做伙，基督的同在，互咱充满着毋茫、听、欢喜甲和平，伊完成了伊的任务。救主已经降临啊！所以，搁家己隔壁宣告一个讲：基督救主，救主基督已经降临啊！基督为咱赔命，咱对安尼就知影什么是听。所以，咱爱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，感谢信心，互咱真正有这个福气，会当领受这个极大的祝福，互咱的人生未来。真正有一个毋茫之地，这个毋茫就是咱未来会当天理、甲正天使、正圣徒一做来学乐敬拜上帝，伫遐享受上帝为咱备办迄个极水的所在。愿上帝祝福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真正感谢你。你听阮世间人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拢会当伫你的听内面，透过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好消息，我会当明白了解，主你的听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彼此相听，互阮彼此互相来扶持。当阮软弱的时阵，阮看见主你甲阮同在。帮助阮行伫未来的道路顶面，互阮一生
拢享受到你的祝福。主啊，阮伫即个所在，毋那是领受到即个好消息尔，我感觉以后是主，你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拢去保养即个好消息，就是上帝疼世间人。愿主你帮赞，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一生拢来宣扬你的好消息，互人得到真正的祝福甲活命，将荣光归予你。愿主亲身引带，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愿主旨意的正的地，愿主旨意的正的地，愿主旨意的正的地。愿主旨意的正的地，愿主旨意的正的地。这是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记日，我的志愿的努力，演出龙潭的指引，我的在情的修书，甘愿愿你做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赏赐你的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着阮世间人的罪，阮得到救赎有盼望。求主帮助阮来学习，而且彼此相听，伫你的和平伫这个世间。